原话艺术水阁好，搁请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，搁请来反省我家己。少年时是在试牙牙，但不是伫咧大战病。大战病这是台语三字的成语，大是动词起头，成做大战病。字幕咱甲看，咱嘛知。战病大了，就是要输赢，就是要冤家，无毋对，就是无事请做事，就是起无空。无15无同齐要共烧圆，有同齐绝对无可能唔烧圆，安尼叫做大战病就对啊。不是咧招人冤家、相骂相拍。一寡时大，一寡老辈，人伊对国情啊真疼痛，甲国情啊叫去劝解。讲国情啊，伫社会行大，唔通特不是颔滚筋接大条。第一要紧，做人决定就爱得人和。得人和，我那台语三字的成语，我那动词起头。得到的得，我那动词。啊，人和这唔免我加解说，三项拢最要紧。天时地利甲人和，人和就是和气生财。唔只少年气牙牙的时，是人咧批评的讲叫做极气消财。啊，咱就爱和气生财，做人就爱得人和。啊，毋过虽然国政有认真伫咧学习，有认真要做，大家会满意。若做了伤过头，食爸我爸，食母我母，对这个讲一款话，对另外迄个讲变过来的话，安尼嘛真不当哦。所以顶辈老辈，佮甲我劝解，佮甲我讲国政啊，毋是讲叫你世界共应付，安尼讲做得人和，毋是。做人第一要紧就是爱照步来哦。啊，若即句照步来讲到遮，有的地方讲法无共，原来共款照动词起头，人敢毋是讲做照起工？对啦。咱做人吼，咱若三步行，咱就爱一步、两步、三步，照步来，唔通要一晃就甲下过。哦，国政啊，你安尼解说明明无毋对，所以第一得人和要紧，这真重要。毋过第二，做人重要以外，做事加倍，就是讲叫你照起工。唔通食偷，做生意共偷金减两食凊头，到尾食亏是家己。啊，若做工课甲食偷，到尾啊，我甲你讲，一定会互掠包。台语真正艺术，台语即个三字的成语，拢动词起头的成语，一句一句来劝人做代志、做人做事的道理，艺术啊，互相探讨。感谢。